在座应该很多人看过，但是也很多朋友应该没有看过。所以印度舞蹈基本上它是跟别的舞蹈或者是其他世界国家的舞蹈是不一样，就是说它其中有一个特色，就是说在表演的风格上，它是一人一事多讲。第二个是它的故事又跟神有关系，就是独立的舞蹈。那第三个就是我们就是要看这个门道的话，就是说要注意它的几个东西，就是它所谓它的 expression， 它的这个颜面表情，然后它的 mudra 就是手势，就是那个摩托这个手势啊，它手势基本上有20组的，但是它在波一样，组合语言是可以天变万化啊。那再来就是一个舞踏，它舞踏还绑了一个叫这个我们叫这个团队。方位啊，这个就是在航空里的方位啊，那个里面有一个角度，所以这个地板对舞者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保证的很好。那第二首呢，我们要表演这个钟老师表演，就是一个系数师啊，系在范围里面应该叫什么不了啊？那这个系数师呢很有趣，就是说他所系数的一个方式是奎斯纳神，那奎斯纳神就是印度三大天神维修，就是西牛的一个化身。那这个维希纳呢，他是
最受欢迎的，那它是一个传统小学小孩，然后有一个这个玩世不恭的青少年。他到摩诃婆里面跟安朱纳的对话的时候，他变成一个诗人，一个哲人，非常有这个哲理思想的，所以他是真的是绝对环保。那它里面就是说有一个在罗马那或者甚至于在印度古书里面，就是特别在摩里面有一个叫游戏人间，这很难翻的嘛，叫利亚。那利亚其实就是说很难去找一个正确的字眼，那我姑且把它翻为游戏人间。他游戏人间就是说，就维斯路神里面就是说，他会有那么多的化身，就是当每一个化身有不同的功能。到了这个昆士纳神的时候，他有一个功能，本身昆士纳神他的从他小孩很顽皮到成长，然后他到了跟牧羊里的不伦之恋，所谓不伦之恋就是说人跟神在谈恋爱啊，然后这样的故事都会在出现。然后我刚才讲到就是说。除了这个印度神话，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印度舞蹈这个表演有关系，叫基克口本岛。基克口本岛是在东部里面一个在14世纪、15世纪左右出现的一本书，这本书专门是用来歌颂奎斯纳跟拉塔，就是奎斯纳神跟牧羊里面之间的诗歌恋情。那他现在要跟各位表演的，基本上就是在基克口本岛里面的一个对白。那就是说，这里面就是说奉献的，就是一般这个很崇拜或者这个奉献者啊，就直接就叫奉献者对这个奎斯纳崇拜，但是他一直很质疑他，就说你小时候那么顽皮，然后长大之后还居然看到是那个漂亮的这个村姑在洗澡，就把他衣服拿来让他们对着跑。然后呢，他就是后来又跟牧羊比较谈恋爱，诸如此类的事情呢，那这个奉献者就是对他的这个信士，还是对奎斯纳表示。就是不知道怎么说才好，但是奎斯纳还是依然不做这些事情，但奉献者也显得很无奈。那这个到底是有很深的哲理呢？也就是说，到底我们是不是每一个不平凡的人，要从平凡的故事走一回，然后显得出他的伟大和他的拼劲？那我们就看钟华老师怎么样诠释这个非常棒的一个提醒词啊，就是完全不。